今日嘅影片係比較簡單，主要係講下當 BNO 家庭佢哋為子女申請永居嘅時候，填表嘅時候一啲嘅問題嘅唔同啦，同埋一啲嘅注意事項嘅。頭盔時間，因為填寫子女申請表嘅時候，好多時候大人都已經填咗自己嗰份表㗎啦，所以咧我喺呢度係唔會仔細解釋填表嘅過程，我只係着重講佢哋嘅分別嘅啫。咁為子女填表嘅時候，填表之前嘅準備有咩唔同呢？除咗一般嘅證明文件，最主要係要準備父母嘅資料同埋主申請人嘅 UAN。呢一個主申請人嘅申請編號喺新舊表裏邊有唔同嘅地方可以揾到，咁但係新舊表嘅定義我呢度就唔再解釋啦，大家睇翻小妍之前嘅影片啦。先講舊表，舊表方面，當你 click 入去表格裏邊，網頁嘅右上角有一個叫做 PDF 下載嘅地方啦，咁嗰度 download 咧就可以見到主申請人嘅 UAN 啦。至於新表方面，當你登入之後喺主畫面就會見到呢一個叫做 UAN 嘅地方，咁呢個地方咧我之前喺之前嘅影片都有提過噶啦。為免打錯，最好都係 copy and paste，然後開始填表咯。填表過程有啲乜嘢分別呢？留意表格嘅用詞甚至問題次序都係經常更新㗎，所以小妍只係着重講下問題背後嘅理念啊，讓大家明白條問題問乜嘢。咁至於用字嗰啲主要嘅字眼，甚至係嗰個問題嘅次序咧，大家喺填表嘅時候都係有機會有少少唔同嘅，咁大家呢個可以留意一下咯。先講舊表 Set O。如果你見到 Local Authority Care 呢個字咧，唔使太擔心嘅。呢個問題係問緊你係咪正接受英國地方政府嘅照顧？通常有啲嘅小朋友啦，因為家庭問題啊、被遺棄啊、特殊嘅原因啊，就會被社工安排住喺一啲寄養家庭或者兒童之家啦。咁一般而言，如果申請人係同屋企人一齊住或者係啲自力更生嘅年輕人咧，呢啲項目咧通常都係填 No 嘅。另外，如果申請人嘅年紀係低過18歲，正常嚟講係唔需要 Life in the UK Test 同埋唔需要英語能力證明嘅。如果你見到呢一項，咁咪即係有 bug 咯。咁諗辦法過咗版，喺 upload 證明嗰度 upload cover letter 或者係 upload 一啲在學證明，跟住就應該冇事啦。表格會仔細問你第一位父母同埋第二位父母嘅資料，跟翻提問內容填翻關係、出生日期、國籍等等嘅資料就可以㗎啦。另一條問題係關於問到你嘅我哋叫做 permission 嘅 status 啦。咁主要咧，如果係18歲以下嘅子女都係揀 family member 嘅，佢都會繼續問你係咪用 BNO 身份去申請，定係用 family member 嘅身份去申請啦，填清楚就得㗎啦。關於同 BNO holder 嘅關係方面，如果係18歲以下就比較簡單，通常都係揀第三項their parents child 或者 grandchild 咁咯。好多人咧都會棘住咗，如果我嘅仔女已經過咗18歲，係咪應該揀第一定係第四項咧？咁小心啲啊！第四項 ADR Adult Dependent Relatives 咧，其實當日你申請 BNO 嘅時候，如果你係揀呢一個，你應該要提供好多證明佢係不能獨立生活啦。所以正常嚟講啊，我哋嘅仔女即使過咗18歲咧，其實我哋都應該係屬於 family member， 就唔係屬於 ADR 嘅。咁呢個位要小心啲啦。至於第一項1997年7月1號嗰個日期咧，係令到好多人咧會好 confused 㗎，因為有啲人喺個版面度係見到1979年7月1號㗎，係咪移民局寫錯嘢咧？其實呢個咧源自2026年2月嘅嗰一次 BNO 進一步放寬嘅。放寬嘅詳情我就唔喺呢條影片度解釋啦，但係總之我哋記住呢個原則，如果你已經係18歲以上嘅一個 family member 嘅申請人，咁咧其實你係絕對可以自己獨立申請永居嘅，唔使太擔心。成年人裏邊，除非當日你申請 visa 嘅時候，你揀咗 ADR Adult Dependent Relatives 咧，今日你先至一定要捆綁主申請人嘅啫。正常一般嘅 family member 只要過咗18歲就可以獨立申請永居㗎啦。跟住大家可能會見到呢一個字 main sponsor 指嘅咧咩叫主資助人咧？係咪要提供財力證明咧？其實唔係，主要佢都係講緊主申請人啫。大家只要填翻主申請人，然後佢係咪申請緊永居，同埋佢嘅一啲個人資料咁就可以㗎啦。主要係填翻佢嘅 passport 啦，佢嘅申請編號，即係頭先講過嘅申請編號啦，同埋其他嘅一啲個人資料編號嘅。舊表比較麻煩嘅問題係頭先嗰幾條啦，新表又點呢？如果大家 click 入去主申請頁咧，你會發覺成年人同埋18歲以下嘅人士咧，主要係有我括住嘅呢幾個分別嘅啫。申請資格啦、家人關係啦、一啲responsibility 啦、一啲 living arrangement 啦，同埋後面 declare 都要有啲嘢要注意嘅。咁我會集中講呢幾部分。
順帶提一提，通常咧18歲以下嘅申請人都唔係自己擁有物業㗎嘛，通常都係同家人同住啦。咁我哋就需要填寫一啲同住家人嘅資料，所以後面都會有啲問題問到呢一題嘅。同樣地 ，BNO 嘅子女咧應該係揀第二個選項 BNO holder 嘅 family member 咯。因為你係 BNO holder 嘅 family member 啦，咁佢就會主要問翻你關於你嗰個 BNO holder 嘅好多資料嘅。至於你同 BNO holder 嘅關係，咁如果你係18歲以下，正常係揀第三項啦，parents child 或者 grandchild 啦。如果你係18歲以上嘅子女，正常應該揀第一項嘅。咁你見到嘅日期呢個就係頭先我喺舊表裏邊提過1979年7月1號關於政策更新之後嘅時間。咁總之咧，你18歲以上就應該係揀第一項。然後填寫 BNO holder 嘅護照、出生資料、國籍同埋佢係咪申請緊永居咯。跟住用翻片頭提大家嘅方法，攞翻 UAN 抄翻落去。呢一條問題咧，通常係出現喺18歲以上嘅子女嘅 Your previous relationships 啦，咁你結咗婚未啊？類似係呢啲咁嘅情況啦。咁18歲以下如果見到呢一項咧，其實都係一樣，都係揀 no 就得噶啦。另一條問題係問你自申請 visa 以來，你嘅家人嗰個 responsibility 有冇轉過咯？又或者係邊個父母或者係邊個監護人係俾你一個 consent 去申請呢一個嘅 application 嘅？大家按自己嘅情況去填翻，然後又係一系列嘅資料啦。如果你係有2個 guardian 或者 parents 咧，咁你就要填2次啦。咁主要填啲咩咧？姓名、地址、電郵、電話、國籍、護照號碼同埋關係。有2位父母就填2次啦。有冇其中一位父母同你一齊申請緊永居啊？係邊個呢？咁通常我哋都係揀主申請人嗰個嘅。呢一度問嘅係你到底係被 council 照顧 local authority care 一啲寄養家庭啦，定還是你係同自己嘅屋企人住，定還是你獨立自己住啦？如果你揀你同屋企人同住，又係好似頭先咁揀同邊個同住，跟住填一大堆資料啦，佢個名、佢嘅出生資料、佢嘅國籍、佢嘅地址、電話同埋同你嘅關係等等啦。留意下佢最多俾你揀2個同住人嘅啫，咁即係我除咗父母之外，兄弟姊妹嘅資料應該就唔使填啦。跟住係 family code 嘅部分啦，留意為咗方便 office 去處理咧，最好 dependent 都係揀有其他屋企人同你一齊申請，已經開始咗申請，從而咧就空出一個位俾你去填寫之前屋企人已經拎咗嘅 family code 啦。幫18歲以下嘅子女去填寫一個聲明咧，有2個填寫方法，你可以揀第2個選項啦。我就係嗰個18歲以下嘅申請人，咁嘅話咧，咁就冇乜資料要填噶啦。然後之後佢喺提交文件咧，佢會要你提交一份父或母授權你申請嘅 consent form 啦。咁嗰份 consent form 主要就係好似香港信用卡授權咁啦。總之就係父母嘅資料，跟住我授權我嘅子女去申請永居，咁然後就俾翻一啲相關文件證明咁咯。咁仔細嘅授權書嘅寫法啦，大家可以問翻 AI 啦，咁叫佢話俾你知有啲咩必要嘅部分，亦都可以教你點樣填，簡潔就得㗎啦，唔使咁複雜。如果你揀第3個選項，我係一位家長，我代我18歲以下嘅子女填表，咁會發生咩事呢？咁你就需要繼續填寫後面嘅資料啦。咁佢會有一啲叫做 third party declare，咁就寫翻你作為第三方聲明人嘅各項資料啦。咁填寫完呢一啲資料之後咧，估計喺最後佢都係應該要你提交翻證明文件嘅。到最後提交證明文件啦，其實無論舊 form 新 form 咧，18歲以下嘅子女要交嘅文件都係比較多㗎。咁18歲以下嘅子女咧，而家主要係交2種文件。如果係舊 form 咧，就要交埋身份證明文件啦，你嘅特區護照啊、香港身份證啊、e-visa cap 圖啊、consent form 啊等等啦。咁如果係新表咧，就呢一方面就唔需要再交㗎啦。不過無論舊表新表，你都係要提交一啲家庭關係證明嘅。留意家庭關係證明咧，基本上出世紙係一定要㗎啦，因為上面有我哋父母嘅名。另外咧就係如果有需要嘅話，提交埋父母嘅結婚證書，證明佢2個嘅婚姻關係啦。另外就係父母嘅護照嘅資料頁啦，第1版得㗎啦，唔係第1版叫資料頁啦，因為你只係需要證明關係，唔需要證明佢哋有冇出境㗎嘛，係咪？咁就資料頁啦。咁至於使唔使提交父母嘅護照資料頁咧？咁呢個見仁見智嘅，但係出世紙就一定要啦。另外，無論新表舊表咧，其實佢都係要你提交同屋企人同住嘅同住證明嘅。呢個係18歲以下嘅一個永居申請嘅時候嘅必要文件嚟㗎，要證明佢與父母同住啦。咁所以通常就係用一啲官方文件、學校信、GP 信等等啦，上面有你嘅屋企地址，就係咁啦。希望今日嘅講解俾到大家一個概念，知道為子女申請嘅時候有邊幾條唔同嘅問題，咁大家填表嘅時候就唔會咁緊張啦。